电讯消息，台南南区的盐埕图书馆最近发现讲有民众会专工摕大锅的去装免钱水，转去厝内，结果煞害到其他的人拢无水通啉。图书馆人员嘛表示，虽然讲已经有咧打广告叫人卖安尼，不过这效果有关是真有限。 热天要到啊，真侪民众会去图书馆看册，顺续吹冷气，内底阁有提供冰水，互人入去就无想要走。不过最近台南市南区盐埕图书馆就出现一寡去遐，唔是要看册，哪像是专工去底水的人。 牛奶瓶大部分的容量手提的大概都有2000ml嘛，如果拿个2瓶3瓶，其实它整个里面的储水已经用尽了，那我们的饮水机就要重新经过一个煮沸的制程来装就对了，大概都2、3千 CC 那种。不定有些人就会在这边就是把它水都弄光这样子。对而且真的就是那几个，然后有时候杯子也不知道干不干净，都消毒，很可怕哎。 其实，唔但盐埕图书馆安尼，永康新图书馆总馆嘛出现一寡专工咧底水的人，民众甲苦劝，搁差一点仔爆发冲突，甲工作人员反应嘛无啥效果，饮水机顶头嘛只会当大个时旋倒。大家来图书馆的时候，来用的啦，就需要再用的。如果你是说那个外面的人说拿回去自己煮的话，拿回去用的话，这样不大适当。我们是如果有看到这样的现象的话，我们管员都会向前去规劝但是希望以后可以有减少这样子的状况发生。明明就是大众公用的物件，煞有部分的人使用的是无顾虑着别人。虽然饮水机无水了，就会赶紧搁行，不过嘛是搁要等1-2点钟才会用尽。真正需要的人煞底无水，图书馆嘛只会当呼吁民众爱发挥公德心。记者综合报道。